呢度就係日本京都叫做定嘅地方，即係 Yodo。呢度就可以去睇河津櫻，大約行600米。曾經喺香港嘅屯門呢睇過呢一個港版嘅河津櫻，嚟到呢一個叫 Yodo 定嘅站，然後行大約係600米。出到嚟呢已經係非常之好㗎，喺個站同埋喺一路行嘅地方，佢都係有呢一個粉紅色嘅路牌帶你過去，係320 yen 單程一個成年人，來回即係640 yen 咯。咁一日票呢，就係1200 yen。如果係去埋大阪嘅一日票呢，京阪鐵路就係1500 yen。因為而家呢係今日係3月18號，離開日本櫻花開嘅季節應該仲有2個星期。河津櫻係屬於一種早櫻嘅品種。喺 Google Maps 睇到2個星期前有人話係見到花冧未開，咁唔知而家去到3月中開咗未啦？真係好似屯門嗰條渠上邊嘅河津櫻。今日係平日，3月18號，人唔算太多，但係櫻花盛放。河津櫻呢一種係屬於早櫻嘅品種。行晒成條櫻花隧道去到最嬲尾係一個遊樂場。呢啲河津櫻真係喺條渠上邊，然後呢啲花瓣呢就跌晒落嗰條小溪嗰度。